嘿，我係 Pat Wing 啊！咁今日咧就係我們都全部失眠嘅正向版。失眠代表啲乜嘢咧？就係你瞓唔着，但係又想瞓覺，咁叫做失眠。即係簡單嚟。但係我發覺有時候瞓得少咗，個人會比較好似精神啲，因為有時瞓得耐，越瞓越攰，咁就係咯。我平時咧之前早瞓咧10點11點鐘瞓咧，就瞓成11個鐘以上。但係最近呢個禮拜我開始就做貓頭鷹，做翻隻貓頭鷹，所以就開始就可以正常翻啦，可以回復到自己即係習慣嘅作息咁樣係。咁呢隻就我鯊魚，亦都有嘅最好嘅朋友。有時候我都會叫佢做莎莎，因為大家都咁叫佢。佢就有時會陪我瞓覺，有時唔開心會同佢傾下偈。你今日想食啲咩魚啊？咁就我們都全部失眠。咁啊，第二集咧就係想講，其實我係要食安眠藥先瞓得着嘅，但係我今晚試下唔食，或者睇下點，但係希望係可以捱得過，瞓醒又夠早。我希望可以12點前醒。咁一陣間可能會播啲 YouTube 嗰啲瞓覺音樂咁樣聽一聽咁樣，咁就係咯，咁就瞓覺咁樣。希望你都有個好覺同埋有個好夢咯。咁就今日係咁先。個收音係 upgrade 咗嘅，亦都會配翻上字幕。咁樣再見。